全國冇幾多個地方可以食到我哋嘅玻璃黑椒燒鵝㗎。我哋嘅鵝都係每日新鮮取救翻嚟嘅，經過我哋師傅處理咗之後呢，再加入我哋秘製嘅鵝鹽、鵝漿、八角、香葉，再縫針、打氣、過熱水處理咗之後呢，就可以放入我哋嘅風乾櫃啦。呢個過程比較繁瑣，但係只有咁樣先可以做到我哋完美嘅玻璃黑椒燒鵝。烘乾咗一晚之後呢，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步驟，就要上一層我哋自己秘製嘅脆皮漿，然之後烘乾10分鐘。之後咧，再要掃一次脆皮漿先可以燒製噶。我哋成個過程咧需要燒製40分鐘，出嚟嘅燒鵝就有一種玻璃皮嘅效果啦。佢嘅脆度就可以區別於傳統嘅燒鵝，做到其他燒鵝做唔到嗰種脆皮嘅效果。再加入我親自調製嘅黑椒醬，佢嘅口味會更加醇香。咁樣一份玻璃黑椒燒鵝就完成啦。如果大家想食到玻璃黑椒燒鵝，就嚟我哋豬肉佬美食試下啦。